新闻城市受到低压带影响哦，高雄今仔透早落大水雨，哈马斯林武甲凤山顶15个行政区早起10点为止，24点钟内的累积雨量拢超过100毫米，有部分所在未赴排水，拢淹水了。高雄市政府嘛紧急开设应变中心。 毋那高雄哦，台南嘛发布大水雨的特报，南部一寡水库，包括曾文水库，即届进水是袂少。积水向低所在流，亲像溪流同款，受到低压带影响，高雄10日透早落大雷雨，和果山区挖近受损的社区，就算地势有较悬，也因为排水未赴，直咧淹水。水流啊冲下来哈，它有一个力量啊，你这站不稳啊，你骑摩托车会倒下去。 那果山伫仁武北德西路一大巷仔路边，也有真家厝门口拢积水，民众真歹出入。当地民众指控讲，附近10多年拢无淹，最近是因为做污水工停煞开始淹。就是工程，它一直就不会讲。7点也3级开设我们的水情应变中心那最大的雨量是发生在弥陀的时雨量57公里那尤其在几个平地的地区。 今天都下起了大雨。规透早雨量用大，已经予凤山、果山、林武等15区24点钟内累积雨量超过100毫米。市区爱河因为雨水规个涨起来，离爆花只差1公尺。气象局也针对着高滨地区发布大水雨特报。 外海其实是对流发展云系相当的旺盛，而且不断的影响到我们高雄跟屏东一带，因此我们针对了高雄、屏东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。这当中，在高雄的梓官，3小时累积雨量有超过100毫米，达到豪雨的标准。 除了高屏地区，彰化、云林、台南早起也发布大雨特报。这阵雨也予台南的詹文、乌山头、南华这3个水库有增加因的水位。根据气象局预报，落尾还讲黄绳仔雨会早雨水来，淡水局表示会继续关注这雨水对水库效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